南潯古鎮係江南水鄉嘅代表地之一，建鎮至今已經有超過750年嘅歷史。見到呢一種優美嘅小橋流水景象，都一定會了解到點解明清時期呢一度會成為富商嘅聚居地啦。民間仲有湖州一個城，不及南潯半個鎮嘅說法，可以見到當時南潯係有幾咁繁榮啦。而家嘅南潯古鎮已經成為咗湖州嘅一個重要景區，入邊有好多名人嘅故居，都成為咗必到嘅景點。例如小蓮莊就係清朝末年巨商劉墉嘅故居，佢係當時嘅南潯四將，即係四大富商之首。喺度呢，就可以觀察到當時嘅有錢人屋企究竟係點樣，亦可以到訪南潯四將之中張家嘅張石銘故居，見識一下佢中西合璧嘅莊園又有啲咩唔同。仲有劉氏梯號，欣賞結合咗西方羅馬式建築風格嘅紅房子。入夜之後就可以到怡園參加近年成為熱門旅遊項目嘅南潯夜宴，欣賞一場喺夜幕之下帶有江南水鄉風情嘅精彩燈光 show，真正咁樣了解一下江南風情。